各位朋友，我喺上期講咗愛情必須從盲目，亦即係人人所講嘅浪漫開始，之後呢，理性先至跟隨實際生活需要呢而逐漸滲入，令到愛情呢可以美滿一生，甚至佢更加浪漫。但係有人會反對啊，認為浪漫嘅盲目擇偶根本一開始就係亂嚟嘅。只會注定令愛情呢輸喺起跑線，不斷製造悲劇。但係我認為反對者呢個睇法係偏頗咗。就拎長跑比賽做例子，一個優秀嘅長跑選手通常都唔會將重點放喺起跑時嘅優勢，而係教練呢喺比賽前呢同埋過程中嘅驅策，同埋觀眾嘅鼓勵讚美，等佢能夠明白自己同埋其他選手嘅優劣同埋機會，克服喺賽程中諸多難以預料嘅困難同埋挑戰，亦都訓練佢喺快到終點嘅時候個堅毅同埋意志力等等。長跑比賽得勝嘅竅門，唔只係單靠喺起跑時有幾多自我驅動同埋毅力。之所以一般長跑選手使用嘅策略多半係所謂配速控制法，喺比賽初段唔衝刺得太快，盡量以穩定嘅配速前進，採用前半段比後半段慢嘅策略，即係俗語所講嘅流力。而咁樣嘅配速方法，若果運用得宜，亦都真係可以獲得較佳嘅後果啊！以至而家個幾乎已經係每個教練都會鼓勵嘅戰術。而我所提議嘅喺愛情長跑路上要以浪漫或者盲目嘅心態嚟開始，無非就亦都係從運動比賽嘅長跑戰術搬過嚟。愛情長跑開始時太用力搏命係冇咩大作用嘅，因為你仲未俾自己同埋對方一啲心理準備，就好似喺開始長跑比賽前邊連一點熱身都冇，甚至連起跑時由發令員嗌就位起跑都唔聽就起步，咁點樣算係比賽呢？又點樣俾人一個嚴謹認真值得重視嘅印象呢？同樣喺愛情長跑開始嘅時唔能夠單憑一時衝動就亂撞入去，而係亦都要用一個認真嘅配速控制手法嚟進行嘅。簡單嚟講就係俾自己同埋對方一啲事前心理準備，譬如喺未開始追求之前，先試一啲親近方法，探索一下對方嘅吸引力係咪真係同你嘅要求同埋能力相配，先至決定係咪嘗試同佢起跑同埋點樣起跑。咁樣嘅準備可以講仍然係盲目嘅一步，但你可以講還未真嘅開始追求佢，你只係有心，仲未算係有眼。你要先開始咗你嘅追求，先至算係逐漸開啟你嘅眼睛嚟試探你哋嘅配合程度，而嗰個先至係你哋浪漫之路嘅起點。所以愛情喺開始之前係無法唔盲目嘅，而就係因為盲目，所以先至有互相親近試探嘅階段，帶嚟好似拍拖啊、訂婚啊之類好等雙方能夠認識清楚之後先至作決定啦，以免走返古時盲婚啞嫁之路。所以以為盲目擇偶
就等於一開始就亂嚟嘅人，係將擇偶過程咧睇得太粗略化咗。現代人咧男女交往開放自由，咁到咗擇偶年齡咧，自然會喺佢生活圈子裏邊咧認識唔同嘅異性，成為唔同交往程度嘅朋友、伙伴、知己等等。喺呢啲交往開始嘅時候，佢哋多數都冇揾愛情伴侶嘅動機，但係咧就唔排除有呢個可能。就咁樣到咗真係從中揾到對象，咁又算唔算盲目擇偶呢？如果算，係咪就可以將之批評為一開始就亂嚟，只會注定令愛情輸喺起跑線，不斷製造悲劇呢？唔會吧？因為一個正常人呢，唔理佢係咪有心擇偶，都會自然衡量佢面前遇到嘅一切。就等於如果有人向佢呈上一件佢從未見過食過嘅點心，除非佢真係機場碌碌咧，佢亦都會先審視考慮一下，淺嘗淡試一啖嗰件點心，先至真嘅進食。一般人連擇食都咁小心，何況係擇偶呢？可見啊，有啲人咧不由分說，一開始咧就假設一個成年人嘅擇偶係盲目擇偶啦，只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而已。以成年人嚟講，究竟點樣先至算係可接受唔盲目嘅選擇？根本就冇客觀標準，要分辨到底，就可以發覺批判者要講嘅，無非就係只有佢哋嘅選擇先至算唔盲目，但係佢哋又點樣證明佢哋嘅批判亦唔係盲目呢？咁由此可見啦，批評或者低貶別人嘅盲目擇偶者咧，好多時都係唔公平唔合理嘅，因為批評者畢竟只係局外人啊。唔知就女就胡亂攻擊他人已經好唔公平，何況點樣先至算係盲目，亦都冇統一標準嘅。當然呢度所講嘅盲目咧，唔等於真係盲咗眼嘅，否則真係盲嘅人咧，就永遠唔可能揾到好對象啦。呢度批評他人盲目擇偶嘅人，指嘅唔係真係有人盲咗雙眼，而只係盲咗心眼，係批評別人盲咗心眼嚟擇偶。但係點樣先至係盲咗心眼或者冇心眼呢？呢個又係一件好抽象嘅事，人人都可以指人哋盲咗心眼，但係如果淨係咁樣講，同單單講話錯咗差唔多。如果冇補上更強嘅解釋或者理由呢，講咗就等於冇講，就等於仲未開啟辯論嘅空間，而且連嗰個早已通行嘅配速控制擇偶法呢，亦都仲視而不見，就好似一個橫蠻人，唔同意別人嘅意見，卻只係識得鬧人，你都盲㗎，或者懵嘅、傻嘅、聾嘅、癲嘅、死嘅之類呢，就叫做係同人哋辯論啦。可見呢啲指人盲目，然後呢就話人哋錯，咒人哋必無好結果嘅人，根本就只係喺度強詞奪理，不值一駁。既然係咁，我就只好喺呢度止步，就唔捲入呢壇盲目嘅渾水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各位。